6月25日咧，有八卦媒體影到夫妻倆噶，帶住個仔步步從餐廳用餐之後咧，一齊出現喺地下車庫。吳奇隆親自開車，劉詩詩則抱住個仔坐喺後排嘅。隨後一家子低調返屋企。因此呢個新聞亦都打破咗兩人離婚嘅傳聞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劉詩詩仲同孩子一同坐喺後排座位上面，似乎刻意保持咗一定距離。至於呢一段視頻嘅具體拍攝時間，以及吳奇隆返屋企之後係咪有離開，目前尚無後續信息。狗仔表示呢一現身有望打破外界關於佢哋分辨嘅猜測，但係從視頻睇，兩人嘅互動幾乎冇，更多好似係普通一家人喺埋一齊食飯嘅場景。劉詩詩仲佩戴口罩，着住休閒，似乎只係陪伴細路出門啦。此前關於二人分辨嘅傳聞甚囂塵上，劉詩詩嘅經紀公司曾經發生工商變更，將所有股權轉讓俾吳奇隆，被認為係喺經濟上劃清界限，意圖徹底脫離商業關係。而喺吳奇隆嘅社交平台上咧，自2019年以嚟，早已冇過兩人嘅合影或者互動內容。劉詩詩更加係多次摘下婚戒，刪除咗有關佢嘅相關資料。而吳奇隆近期仍然佩戴婚戒。兩人傳出分辨嘅關鍵點係喺2022年初。網絡爆料佢哋已經進入離婚程序，預計好快官宣。期間有狗仔曝光男方同女助理着住情侶裝嘅相，助推咗離婚傳聞。雖然後來兩人共同發布律師聲明否認，男方團隊亦都作出回應，但係吳奇隆不斷陪伴劉詩詩過生日、探望等，似乎未能夠平息外界嘅猜測。2023年，吳奇隆同劉詩詩已經有長達3年嘅冷戰，最大矛盾點在於孩子嘅教育問題。從此之後，兩人再未對外作出正面回應。時間推移到2024年，吳奇隆同劉詩詩喺公開場合同框嘅次數寥寥無幾。吳奇隆甚至被捕喺賬號中屏蔽咗劉詩詩，仲屏蔽咗出軌、離婚等關鍵詞。而劉詩詩嘅善款捐贈亦都轉為以個人名義進行。到2024年底，有業內人士直言兩人已經離婚，並感嘆劉詩詩終於唔使再同前夫來往。呢一次兩人選擇保持沉默，顯得若無其事，似乎已經逐步走入各自嘅生活軌道。不過對於粉絲們嚟講，呢個或許令人感到失落，只能夠話明星嘅私生活仲係應該受到尊重。公眾亦都應該理性看待呢啲傳聞。劉詩詩同吳奇隆嘅婚姻關係係咪續傳㗎？一直都係網友們備受關注嘅事。似乎兩個人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，劉詩詩、吳奇隆疑似婚變嘅傳聞就會上熱搜。而前段時間更加係鬧得沸沸揚揚，甚至唔少網友已經默認雙方離婚嘅事實。而網上輿論鬧成嗰樣，雙方工作室以及本人都從未出嚟回應或者係闢謠啦。甚至被爆出劉詩詩今年2月份就轉讓股份俾吳奇隆，傳出財產分割完畢嘅消息啦。而劉詩詩同吳奇隆近幾年更加係從未線上同框互動過，近1年線下亦都係各自帶娃。再加上劉詩詩近2年復出之後狂拍戲，只係當網友們都默認兩人嘅婚姻名存實亡嘅時候，冇諗到吳奇隆罕見露面喺上海錄製綜藝，無名指上仲戴咗婚戒，更係引發網友熱議。吳奇隆同一眾好友錄製新綜藝，閃現上海街頭，着住唔同嘅衫錄製拍攝被路人偶遇。只見佢着咗一身黑色嘅 T 恤，搭配牛仔短褲。頭髮做咗前次嘅髮型，睇落面十分清爽乾淨噶。而吳奇隆錄製綜藝探訪店家嘅活動嘅時候，佢無名指上嘅婚戒更加係清晰可見。吳奇隆本人嘅狀態睇落面非常之輕鬆，錄製過程嘅時候同友人交談十分熱情，滿臉笑容，咁狀態好後生，都好陽光嘅。54歲嘅年齡就保養得非常之好，睇得出嚟常年有健身嘅習慣嘅，身材好魁梧同埋壯碩。但係面又好細，非常精緻。今次露面錄製綜藝，減齡到堪比佢30歲嘅時候嘅狀態。最主要嘅係氣質仲好陽光，完全冇中年油膩同埋中年發福嘅味道。喺錄製現場嘅時候，好有條理咁安排節目組人員同好友傾偈，十分熱絡。面對鏡頭自信隨和，甚至錄製結束仲同一旁嘅路人粉絲打招呼。我接地氣嘅同時一啲架子都冇噶啦，而且肉眼可見嘅精氣神同心情都好唔錯。無名指上嘅鑽戒似乎讓兩人婚變嘅謠言不攻自破。
如果真離婚咗，又點可能大搖大擺帶住鑽戒招搖過市？對於吳奇隆同劉詩詩嚟講，結婚之後嘅每一年都會傳出離婚嘅消息，而前幾年關於兩個人嘅婚姻現狀，亦都係吳奇隆同劉詩詩嘅最後一次回應，紛紛唔再理會離婚謠言，只係冇諗到唔回應，反而越演越烈。劉詩詩同吳奇隆結婚嘅呢幾年一直都好低調，兩個人從來冇消費過自己嘅家庭。當然，可能結婚之後生下仔仔寶寶之後，劉詩詩便選擇半隱退，回歸家庭。可以全身心照顧孩子，咁嘅決定等事業粉怨聲載道。隨住孩子長大上學，唔需要人寸步不離照顧嘅時候，劉詩詩喺事業上嘅活躍度亦都開始增加，拍攝咗《一念關山》同埋《淮水築亭》等等，事業資源又翻嚟啦。佢同吳奇隆反而對調咗位置嘅，自己而家嘅重心係忙工作。而吳奇隆開始照顧家庭，經常俾路人偶遇。吳奇隆帶住寶寶買零食、行街等等。但係吳奇隆同劉詩詩家庭位置嘅對調，讓離婚成為一個矛頭。當然最主要嘅仲係兩個人年齡爭17歲。定情之作《步步驚心》結束之後，劉詩詩多次上採訪，只要提到劇中角色就爆哭。而兩個人官宣戀情之後，相伴10年嘅婚姻，亦都被大眾認為係劉詩詩冇出戲啦。尤其是今年離婚嘅傳言非常頻繁，幾乎有好多自稱係瓜主統一口徑，聲稱兩人早已經離婚半年幾。特別係520當日，報吳奇隆、劉詩詩離婚嘅消息又上咗熱搜，網友們更係化身為福爾摩斯，揾到咗各種疑似嘅證據，包括許內未同框，大娃亦都係分開大。動靜鬧得好大，亦都冇等來回應。吳奇隆嘅媽媽喺接受採訪嘅時候就態度堅決否認啊！佢哋明明好好嘅，對劉詩詩呢個媳婦更係讚不絕口啦。只不過吳媽媽嘅解釋冇起到任何嘅作用啊，反而俾兩人分辨再次陷入疑雲中。但係呢一次吳奇隆直接帶住婚戒現身啦。亦都算係對呢段婚姻關係謠傳最有力嘅回應咗啦。可見吳奇隆同劉詩詩感情一直都好穩定，吳奇隆對劉詩詩一直都好寵。雖然相差嘅年齡差距有啲大，但係吳奇隆對家庭好負責任，就好似佢自己上節目嘅時候流露出近幾年嘅想法有所改變啦。佢覺得賺錢並非首選，而係陪伴家人更加重要㗎。吳奇隆同劉詩詩於2015年嘅3月20號喺巴厘島舉行咗婚禮啦，兩人因戲結緣，合作咗多部電視劇，如《步步驚心》《步步驚情》《犀利人師》等等，最終喺2013年公開戀情，並於2015年步入婚姻殿堂。2019年4月29號，吳奇隆公布劉詩詩生子喜訊，劉詩詩隨後轉發並寫道：小朋友超級可愛嘅。今年2月，劉詩詩突然將名下股權轉讓俾吳奇隆，加上兩人近2年公開互動驟減，網上離婚話傳得有鼻子有眼，甚至仲有網友拋出夫妻財產分割嘅陰謀論，搞得跟真嘅一樣。結果人哋不僅沒離，夫妻連口罩都係同款。舊年12月，網上瘋傳兩人感情生變，狗仔亦都多次影到吳奇隆父親同埋劉詩詩助理一齊接送細路仔，家庭關係根本冇斷檔㗎。見到呢個消息，有人話，亦都可能係作秀，亦都可能係之前感情破裂而家又和好啦。咁仲有人就話冇流量咗出嚟炒作下啫，過段時間再傳再闢謠啊。今次雖然一家3口同框，但究竟係咪裝嘅，我哋不得而知啦。如果係攞離婚赤裸裸咁炒作，確實唔應該。